今日文坛会已经把失事的乌鹰直升机乌鸦仔资讯分析了，我把资料交予空军比对。中国武汉最近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上无已经有44人，其中11个人是重症。川普下令用无人机弹死伊朗圣社军的头人，刺激到中东的局势，嘛受各界谴责。观众朋友你好，今仔日是正月初四，欢迎收看公司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失事的乌鹰直升机乌鸦仔的资讯已经分析好，文坛会嘛已经把相关的资料交予军方。不过，这空军呢需要时间去比对，才会使理清这事故的原因，然后结果就会量早公布。另外，受难者的家属透早嘛去失事的现场招魂，这家属叶建义的老爸就讲，以伊的后生为荣。国军乌鹰直升机事故造成参谋总长新一名在内8个人罹难。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测试完成，事实暂准备型资料记录器 FDR， 俗称乌鸦仔的资讯判图。相关资料数据全部送到军方。委员会讲一切拢爱由国防部说明。不过也讲家属伫最后一刻也试着稳住直升机。有很努力的要把它更正，所以相关的事务呢，就由国防部来做说明。至于敢是因为机械故障致使失事，还是外团直升机动力正常却突然异常下沉，委员会拢无愿意加讲。空军是讲会综合乌鸦仔的飞行数据、迄天天气数据等交叉比对，厘清失事原因，也不过调查分析需要时间，一直完成了后统一对外说明。会尽速做交叉比对，然后交给这个事实调查委员会来做调查。目前进入到这里，调查结果的时间我会尽快，但还不确定是什么时候。国防部初时早起也安排顺级将士家属前往离事故地点上近的宜兰县渭水之区登山口进行招魂仪式。部分家属真悲伤，也都爱靠人扶着，场面让人看起来真艰苦。无以后打电话回来，妈妈讲生日快乐，过工会彩无伊啊。伊迄唐王伊个歌被开人有飞起来，人有安全呐。啊，伊有要飞行机的人，所以是伊先家己。叶建义的爸爸讲，以后生为荣，希望叶建义会当接受中烈士。招魂仪式结束，罹难者家属离开的时阵，现场的官兵也列队敬礼哀丧。记者综合报道。乌鹰直升机失事案造成8个将士过身。今仔日台北宾馆嘛开放，今仔日和明仔载，互国人来追思这受难者。现场是有真侪民众目眶红红，阁有人艰苦到流目屎。那前退伍会主委张金玲那到场致意，呼吁国人得爱尊重、爱护军人。另外，这殉职的将士的公祭是定伫咧正月14，会伫咧空军的松山基地指挥部办理。献上鲜花向乌鹰直升机事故罹难者致意。台北宾馆初时初52天开放，民众向包括参谋总长新一鸣等8位殉职将士献花点灯，有人忍不住目眶红起来。有国军带着小朋友到场致意，强调不管是军人、警察还是公务人员，拢在点点守护国家，但是尊敬是真好的机会教育。现场也有民众一度情绪激动，也不过有关要表达对殉职将士的感念。看到新闻，他就已经走了。讲起乌鹰事故不幸罹难，对前回空军中将的吴清云，捌共事几啊年的李云峰，忍不住流目屎，一直讲吴将军是一位好长官。在他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对，我会陪他走了台湾好多的地方。但是真的感觉不出来他是一个将军，因为他从来没有一个将军的架子在那边给我看着。秀出原本单位当前替吴清云制作的贺年动画，李云峰讲还未到春节就用袂着啊，心中拢是唔甘。前退伍会主委张金玲也出现会场，除了向过身的将士致意，也毋望民众拢会当尊重军人。希望以后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这对国军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国人都要尊重我们这些军人，好好的拥护我们的军人，因为我们永远是为这个国家做付出的一生。现场每一位殉职人员医生的讲解边啊设有空白看板，提供留言致意，不少民众拢写落对这系殉职将士的思念甲祝福。
另外，经过地方委员会甲家属开会讨论，顺治将士的公祭定伫1月14日，伫空军松山基地指挥部办理，以表示尊重。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关心中国武汉最近尚无出现44件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其中11个人是重症。香港伫咧评估风险了后，已经启动应变计划，把这应变的等级自戒备升做严重。咱疾管署嘛讲，中国初步判断这是病毒性的肺炎，不过若有社区传播的风险，就会启动愈严密的防疫措施。中国武汉去年底爆发不明原因的肺炎，两化三地马上采取应变。香港食物甲卫生局4号宣布，应变的等级自戒备升做严重。这个等级代表对民眾嘅健康馬上影響屬於中等。將佢嗰個監測嘅範圍咧係擴大嘅，即係原先咧就係話係去過武漢嘅街市，咁就係過去14日有去過呢啲地方，同埋咧係有發燒嘅症狀啦。香港政府擴大監控範圍甲對象，香港大廈感染甲傳染病中心總監督夏寶龍更加指出，按即賣資料來判斷，有充分的理由指向新的病毒。香港政府一定愛看作是病毒的人傳人來應用。台灣疾管署伫咧3號暗頭接到中國的通知，中國初步判斷是病毒性肺炎，暫時無人傳人甲醫護人員感染。台灣自去年底啟動武漢直航班機的登機檢疫，無啥物狀況。那當然，我們不排除是不是有這個可能是有冠狀病毒的一個變異。那不過這邊就是要特別去了解說，那到底這一株冠狀病毒它有沒有什麼？它的第一個，它病毒的特性啦，那再來就是說，它有沒有一個特定的感染源？疾管署指出，中國咧進行基因定序，無排除是冠狀病毒的可能。但是到3號，中國已經發現44個病例，其中11件是真嚴重，閣有121人咧觀察。若是刷落來有社區傳播的風險，無排除去中國來訪查，嘛採取更加嚴密的防疫措施。記者徐新志明台北報道。今仔日台中市的空气品质是真歹，根据环保署的资料，已经到红灯，达到红海的等级。台中市环保局就讲，因为扩散的条件无好，才会安尼。环团嘛质疑，中火已经暂停4只机组在放，空气品质共款遮尔歹，显示市府就爱搁拍拼减少其他的污染源。看起台中市都会区的大楼天顶，敢若大雾共款。台中市市民广场未少民众利用假日下晡牵着狗仔出门，也是规家享受难得的亲子时间。有警觉性的人会戴喙安，不过更加多人是无感觉到。瀑布的天顶其实已经来到红海一级警戒了。平常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对面那个山啊什么的，其实今天完全都看不到。就像一些什么跑马灯啊，或是可以让我们知道的话，那我们就会多一些防护，或是戴口罩啊。民众反映台中空气真歹，应该爱有更加用的及时掌握的空气品质的警告。而这款的空气品质，台中市环保局有告，至少也要2-3天，主要是风吹袂到的所在，扩散条件无好。台湾的盛行风还是属于偏东风的情形，那整个台湾的西半部地区都是属于中央山脉的背风面，所以我们的扩散效应不佳，那造成我们整个西半部的空品状况都偏差情形。那台中市目前是属于预警1级的应变。根据监测资料，规个西半部空气品质拢有警报。台中的西屯加中明测站，就算下晡起风啊 ，AQI 数字上悬也是来到154红海等级。环保团体指出，虽然中火已经停2个机组，撤照2个机组，也过污染物排袂出去。加上台中市府以外也未尽力来减少其他污染源的排放。那这一次就再次的证明，环保署的预报是出状况的，根本没有足够的应变时间去降载减排，也就造成了变成说，在没有风的状况下，持续的累积。台中市环保局证实，这摆台中空气污染源主要来自境内，也提出历来台中市 PM2.5 平均值，证明每年拢在继续改善。中火减少小拖拖，对着污染改善有一定成效。环保团体是认为，空气污染要改善，爱真侪方面斗阵做，公开资料，诚意共同面对来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头一座高雄凤山溪污水暨再生水厂，最近因为水源严重污染，煞冻点。水利局是按算这2礼拜已经挖卖600吨的有机油袋，透过这下水道排入去生物处理的系统，地区再生水暂停供应。环保局嘛怀疑这是集团偷盗，等咧请检警追查。
黄土色的泰戈水流入去高雄的大东湿地公园，加伫个水池仔面累积油污，冒鱼仔因此死亡。这个水原本是凤山溪再生水厂处理过的放流水，但最近水厂防污染严重，处理能力大降低。12月底大概我们有陆陆续续发现到有这些的油污的一些状况。我们的污水厂里面呢，当然就是因为这些的油污有进到厂里面，造成我们的生物处理单元这边有一些损坏的一些情形。再生水厂处理的污水来自凤山溪甲污水下水道，水厂去年就曾经3件受到污染。2礼拜前又搁发现生物处理能力大降低，无办法供应再生水。到顶礼拜甚至出现乌油，推估陆续洪道的有机油有600吨。环保局追查来源，发现是对污水下水道的人孔盖倒入去。在那个污染点在中仑国中附近的一个人孔有进行相关的一个采样，那主要采样出来大部分都是一些废油，那还有夹杂一些油泥。那我们目前正在送验，那看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污染的一个成分是什么。环保局怀疑是集团做的，当日报请检警协助追查。水利局3号暗时马上进行射流，暂时唔处理下水道的污水，要等1个月，水厂处理能力才有办法恢复正常。记者王家川、柯建纯给我们报道。后礼拜六特别大选劳工团体国营事业工会和各地产业总工会，伫咧今仔日发起2020工人斗总统的游行。劳工团体是对3位总统候选人提出6个问题和1项诉求，不过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回应拢差不多，让因真失望。花祖道区举悬标语，各地产业总工会甲劳工团体集结，2020秋斗游行起点，选伫国民党党部。工斗团体去年底准备6个提问，1个诉求，予3党总统候选人。不过，互因遗憾的是，国民两党回应拢差不多。针对敢是愿意增加劳提薪制雇主提拨，为6%提悬到9%，也唔敢答应。国民党跟民进党他们的回应，真的都是空炮弹，隔空打鸟。游行队伍刷落来前往亲民党党部，搁来到总统蔡英文竞选总部。有代表质疑，这个指hiệu2度修法，执政党真正徛伫劳工这一边吗？劳动基准法要改，要怎么改？又不讲清楚。民进党把劳基法修坏了。最后队伍来到立法院，警方事先掌握工斗团体要等烟雾弹，用强势警力收掉大门，并且出动飞棒，导致要等的前一刻，警方上阵执法，双方发生小赛冲突。警察不要制造冲突，警察不要制造冲突，不要丢，保持和平理性，来保持和平理性。虽然警方举牌警告示威民众有元旦出烟雾弹，现场一时拢是烟雾，规片茫茫。虽然发生小赛冲突，不过示威者等完烟雾弹了后，随即宣布活动结束，最后和平结束。劳团强调，立法院是劳基法受恶之地，所以特别抗议，并且呼吁劳工后礼拜唔通将选票投予无顾劳工权益的2大党。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下晡去空军第1雷达分队，替参谋总长辛一鸣发加菜金予官兵。那伊竞办的发言人林静怡，因为接受专访，却引起争议。蔡总统嘛伫咧今仔日提出声明，强调袂因为政治主张无共，就互人认为是反背国家。合影完毕，恭请总统颁发春节慰问金。为了完成参谋总长辛一鸣原本的过年慰劳任务，总统蔡英文4号下晡2点秘密坐车到空军第1雷达分队，发放加菜金。一个到位听取简报了后，也心默哀，甲现场的官兵讲，是替辛总长来看大家，国家甲总统也甲大家照顾好。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国家跟总统都会照顾好我们国军弟兄姐妹。沈总长和几位同仁的殉职，所有的人都很心痛不舍。不过坚守岗位，守护国家，就是我们怀念沈总长的最好的方式。蔡总统也表示，对着后续进展，政府一定要厘清事故原因，对着殉职人员也将有奖款进行抚恤。现场雷达站官兵也写下纸条，希望总统用大位大伫对事会现场，所以蔡总统下晡第2摆到对事会现场来致意。官士兵在这个当下都能够坚守岗位
来保卫国家，维护台海的安全、稳定民心跟士气哦。那在这里我要表达一个非常深沉的感谢。蔡总统佫再感谢国军的支持，而对着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林静怡接受专访，讲到支持统一、强行干涉叛国言论因此失职。蔡总统也伫面册提出3点立场，强调将来袂甲无共的政治主张看做是叛国。咱的国名是中华民国，主权在2300人的手下，所以讲无修改国号的问题。总统责任就是维护国家主权甲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今仔日和党籍立委候选人伫咧台南举行联合造势大会，现场是宣布参加的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人。那乌英直升机事故发生了后，民进党是停止竞选的行程3日，不过韩国瑜却伫今仔日就开始展开行程。伊除了先悼念受难者，嘛大力批评民进党政府无尊重军公告。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上台，马上引起现场群众欢呼。台南立委候选人甲韩国瑜合办造势大会，宣布现场参加人数超过10万人。不过韩国瑜上台头一个动作，就为乌英直升机事故罹难者默哀祈福，也批评民进党政府对军公教进行的年金改革。军公教警消都对国家的信念产生了动摇，中华民国这栋建筑物就已经外强中干，任何风雨飘摇都经不起任何折腾跟打击，这栋建筑物会随时倒塌。这就是我想讲，身为军人警察，身为他们的眷属，政府怎么看待他们？韩国瑜呼吁社会应该重新思考，是不是发自内心尊敬军公教。而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早起是到新北市参拜庙司，也替乌英直升机的将士祈福。对着蔡英文竞选总部发言人林静怡，因为讲支持统一就是叛国的事迹，张善政也发表批评。蔡英文在几年前一直讲说维持现状，维持现状，这只是他表面的这个说辞。你可以看到，其实民进党这么多的立法委员，包括林宜敬，他是不分区的，其实骨子里面在想什么，从他讲的话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要捍卫中华民国，你就不能再投给这种人，就这么简单。我觉得他这次讲话凸显了说，其实他们就想利用中华民国的这个名号。而搁在一礼拜就要投票啊！下晡台南造势，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也是无出现。韩国瑜竞选总部主委朱立伦表示，9号就看到大家团结做伙斗阵咯。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乌英直升机失事这件代，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和台北市长郭文铁今仔日是同齐批评蔡政府。宋楚瑜就认为，总统蔡英文甲中国呛声了，参谋总长发生意外，说杀无斩，这未来是免怎保护人民的。因为郭文铁进前就讲，民进党暂停竞选的活动是有行政的优势，互人骂伊领会无情。郭文铁就应讲，政府平常时嘛无啥咧重视国军。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4号继续行程，到桃园参拜宋氏祖堂，搁较去高雄院关怀造势。也毋过对近来乌英直升机失事，进前捌提过，蔡总统应该随政治行山指挥所的讲法做着反驳。宋楚瑜炮火全开，认为蔡政府强行通过反渗透法，将中国看作敌国，意外发生扣连参谋总长无看，拢摸袂清楚如何保护人民呢？把国家的前途交给这样的一个政府去挑衅对岸，然后呢又这么大意的说我们的参谋总长不见了，3、4个钟头没有搞不清楚，连参谋总长都保护不了，你能保护我们吗？宋楚瑜还表示，蔡总统作为上官统帅，却对国防应变机制无通使，爱好好读册。对民进党立委林静怡讲，支持统一恐惊就是叛国的讲法，伊也批评连宪法拢无尊重，请蔡总统读一个中华民国宪法精修条文。至于台北市长郭文铁也因为乌英失事事件再度杠上脸牙。老实讲，我们也不会是第一手消息知道的人，所以只有执政的团队才知道说确定的消息。然后你要在网络做攻击，然后呢，拜托你们自己还不是比我们更糟糕？
报办公告这种优势被批评免费，瓜分掉也会记政府平常时也无咧话重视国军。另外，杨惠如案药事公司发声明拍算提告，瓜分掉也呼吁杨惠如莫搁唱出来说明。也毋过伊也认为，爱中央公布快项选情无可能，选后也是莺莺燕燕，希望大家以此作为案例，建立制度来补破坑。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下港立委的选情。高雄、屏东的立委拢减一席，屏东第2选区和高雄的第3选区选情是真激烈，嘛变甲真厉害。咱做伙来了解。民进党现任屏东立委苏震清转战屏南，竞选总部成立，总统蔡英文亲身徛台，因为苏震清无政党推荐书，蔡英文的出现会用正本清源。我们党中央也认为说，我比较属于基层，然后又有战力的，属于可以开疆辟土的。苏震清在屏东北部担任立委已经3届，因过屏东的立委减一席，选区重划，苏震清原选区让予其他参选人，希望改立无分区。党中央最后选择将第2选区初选出线的曾水勇列做无分区，换苏震清出来参选，也造成当时初选名列第2的田兆明不服，相关以无党身份来参选。民进党2位候选人拢无政党推荐书，也拢强调家己是正统民进党的候选人，创下屏东选区史的头一例。而国民党这边是派出周家琪，是3届屏东县议长周典伦的查某囝来势真强。就是有这样子的声音，觉得说，地方上真的需要一个在地，然后真的愿意跟乡亲站在一起的一个民意代表，一个立法委员哈，这样子才能为我们屏南地区争取更大的福祉。屏东过去虽然民进党势力比国民党较多，不过102个选区，国民党候选人的实力袂歹，加上参选复杂，总共15名候选人，增加选战的紧张气氛。第3选区的左南地区，过去以往被看作是国民党势力比民进党较强。民进党现任立委刘世芳今年要连任，却是真最困难的选区。是真的是重灾区，但是成也韩国瑜，败也韩国瑜。当韩国瑜他的市政满意度，或是高雄人民对他的满意度节节下降的时候，我在左南地区的满意度或者支持程度就会节节上升。而国民党参选的是现任立委黄兆顺，最过3届高雄市议员甲8届立委，选民熟悉，不过伊唔敢放松。无论是想要互高雄的候选人全部选调的民进党，也是想要攻克高雄的国民党，第3选区拢是上关键的一席。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用无人机空袭巴格达机场，大使伊朗的少将苏莱曼尼，引起这伊朗政府是真不满，嘛讲要报复。今嘛美国国内伊拉克和叙利亚嘛公开谴责川普，不过川普却讲，伊的命令是咧保护美国的国民。美国为着保护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和帮会，伫巴格达当地时间3号透早用无人机袭击，打死了台北为巴格达机场离开的伊朗将军，嘛是4城军领袖的苏莱曼尼。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这名将军是恐怖分子的领袖，打咧7月一场攻击。Last night, at my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executed a flawless strike that terminated the terrorist ringleader Soleimani has been killed, and his bloody rampage is now forever gone. 川普的命令引发国际震动，嘛互伊朗政府真生气，下令全国是哀悼3天，嘛讲会对这届攻击进行报复。伊朗外交部长伫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指出美国犯了3大错误。لذا در 3 بعد نقض حاکمیت عراق، بعد نقض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بعد جریحه دار کردن احساسات کل این منطق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خطای بزرگی رو 对此，美国国会议员嘛谴责川普伫咧使用军事武力进前，无甲国会参详。川普的行为有可能造成威胁升级，引发战火。This is a dangerous escalation that brings us closer to another disastrous war in the Middle East, which could cost countless lives and trillions more dollars. 除了伊朗甲美国议员，伊拉克政府嘛真不满，讲美国侵犯着伊拉克的主权，要求国会掠掉美国驻伊拉克的国防协定。就连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嘛公开批评川普的行为，是咧增加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目前美军已经加强驻伊拉克大使馆的戒备，而且伫正月初3的中昼，正是对伊拉克发出了撤侨宣告。记者来上报道。
部地区15度到25度。中部地区16度到25度。南部地区18度到26度。东部地区18度到25度。其他地区14度到22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